一個有9600萬人口、經濟發展極之迅速嘅東南亞國家越南，向來以壯麗嘅自然景觀、美食同埋歷史文化吸引全球旅客。不過喺呢片充滿活力嘅土地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多令人震驚甚至毛骨悚然嘅真相。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揭開呢個國家最神秘、最真實嘅面紗。講起越南美食，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諗起香氣四溢嘅越式河粉、法包夾肉或者係經典嘅滴漏咖啡。但如果你以為越南嘅飲食文化就只有呢啲溫和可口嘅菜式，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喺呢片土地上，除咗美味之外，仲有一系列足以令膽小者即場投降嘅極限料理。每一道菜都簡直係對勇氣同胃口嘅極限挑戰。喺越南嘅街頭小食檔，你經常會見到一個好溫馨嘅場面，一群本地人圍坐喺一齊，一手拎住一隻看似普通嘅水煮蛋，一手拎住小匙羹，熟練咁敲開蛋殼，撒少少鹽、胡椒粉，再配啲香草同薑絲。但當你湊近睇清楚蛋殼入面嘅嘢，保證你會背脊發涼。冇錯，呢隻唔係普通嘅水煮蛋，而係已經孵化到一半嘅鴨胚胎鴨仔蛋。打開蛋殼，你可以清晰見到小鴨嘅頭部、翅膀，甚至係細微嘅羽毛。有食客甚至話，咬落去嗰陣仲可以感覺到小鴨嘅骨頭喺口入面微微脆裂，絕對係挑戰心理極限嘅料理。仲有令唔少人聞風喪膽嘅椰子蟲。呢種蟲被當地人戲稱為熱帶蛋白炸彈，外表白白胖胖，肉嘟嘟，好似一隻隻肥碩嘅迷你手指，主要寄生喺椰子樹幹內部。本地人最推崇嘅食法竟然係生食，最地道嘅挑戰方式就係用筷子夾住一隻活生生仲喺度扭動緊嘅椰子蟲，浸一浸魚露，然後一口吞落肚。喺呢一刻，你可以清晰感覺到隻蟲喺你舌頭上瘋狂扭動，據聞咬破佢爆漿嘅瞬間，仲會散發出一絲椰奶嘅甜香。睇到呢度你就明白，越南嘅飲食文化遠唔止清新嘅米線同法包，佢仲有極之狂野，令旅客聞風喪膽嘅另一面。如果你係個勇敢嘅冒險家，呢啲美食可能會令你大開眼界，但如果你只係普通遊客，真係要三思而後食。喺全球咖啡版圖上面提到咖啡，大家首先諗起嘅可能係巴西、哥倫比亞或者係意大利嘅濃縮咖啡文化。但如果有人話你知，全球第二大咖啡出口國僅次於巴西嘅咖啡巨人，竟然係東南亞嘅越南，你會唔會覺得好震驚？確實，咖啡最初並唔係越南嘅本土作物，早在19世紀中期，法國殖民者將第一批咖啡種子帶到呢片土地，喺越南嘅寧平同廣平省建立咗首批咖啡種植園。由最初嘅阿拉比卡豆，到後來逐漸轉為主力種植適應力更強嘅羅布斯塔豆，越南嘅咖啡產量開始大幅攀升。去到20世紀40年代，越南咖啡嘅年產量已經成功突破2000噸，開始打入國際市場。雖然喺1955年至1975年越南戰爭期間，戰火曾經令咖啡生產一度中斷，種植園荒廢，經濟陷入低谷，但自從1986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咖啡產業迎來咗爆發式嘅復甦，邁入2023年，越南已經穩坐全球第二大咖啡生產國嘅寶座，年出口量高達162萬噸，其中高達97%都係羅布斯塔咖啡。可以咁講，現時全球每3杯咖啡入面就有1杯係來自越南。雖然越南出口嘅羅布斯塔豆主要用於即溶咖啡，但本地人對咖啡嘅熱愛令呢度衍生出好多獨具特色嘅在地飲品，例如最具代表性嘅滴漏咖啡。利用特製嘅金屬滴漏壺，讓咖啡液慢慢滴落，口感極之濃烈，苦中帶甜，配上煉奶更加係絕配。因為羅布斯塔豆本身苦味較重，甜膩嘅煉奶正好可以中和苦澀，令口感變得順滑。另一款享譽盛名嘅就係雞蛋咖啡。1940年代，越南因戰爭導致物資短缺，牛奶同糖嘅價格暴漲。當時喺河內法式酒店工作嘅江先生靈機一動，將生雞蛋黃同煉奶打成濃稠嘅泡沫，用嚟代替傳統嘅鮮奶油，創造出獨一無二嘅雞蛋咖啡。呢款咖啡底層係濃郁嘅黑咖啡，上面浮住一層金黃色、口感細膩嘅蛋奶泡沫，入口甜美，仿佛係喺艱苦歲月入面為越南人量身打造嘅一種心靈慰藉。除了咖啡同美食，越南仲有些鮮為人知嘅社會現象。喺越南某啲貧困嘅鄉村地區，遠嫁海外喺過去數十年內，竟然慢慢演變成一門公然嘅生意。隨着區域經濟差距擴大，男女比例失衡，加上跨國分界市場嘅興起，越南新娘嘅買賣由早年嘅地下交易，一步步發展成一條非常完整嘅跨國產業鏈。呢條產業鏈嘅背後，既有對金錢嘅渴望，亦充斥住欺騙同剝削嘅陰影。要理解呢條交易鏈，先要睇睇兩端嘅需求。
喺20世紀50至90年代，部分亞洲國家因為人口政策同埋長期重男輕女嘅傳統觀念，導致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喺某啲國家嘅人口數據中，男性數量比女性多咗大約3500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正正係適婚年齡層。呢個意味着有成千上萬嘅男士面臨娶妻困難，城市男士仲可以靠經濟實力吸引異性，但鄉村男士因為貧困、偏遠同缺乏社交機會，結婚難度極高。面對天價彩禮嘅壓力，唔少農村單身男士唯有將目光投向東南亞，特別係越南。而喺越南方面，貧困就係最大的推動力。雖然越南近年經濟發展迅速，但城鄉差距依然巨大。偏遠山區嘅年輕女子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機會，嫁去經濟條件較好嘅外地，對佢哋嚟講，往往被視為改變命運嘅唯一契機。令人震驚嘅係，呢種跨國婚姻早已唔係個別個案，而係形成了成熟嘅商業操作。喺搜尋引擎或者社交平台上，隨手輸入越南新娘，就可以喺到大量婚介公司同網站上面展示住一排排待嫁越南女子嘅相片同簡歷。海外男士如果想揀老婆，仲可以參加婚介公司舉辦嘅越南相親團。相親團每個月固定出發，飛往胡志明市或者河內等地，安排現場選妻，中介提供一條龍服務，明碼實價。收費由幾千美金到4萬美金不等，價格視乎女方嘅年齡、外貌、學歷以及男方嘅經濟條件。雖然呢套流程被包裝成跨國婚介服務，但其本質同人口買賣無異。雖然呢啲跨國婚姻入面確實有極少數學到真愛，但更多嘅係期望落空同悲劇。絕大多數越南新娘完全唔識講中文，丈夫亦唔識越南話，雙方溝通困難重重。唔少女子遠嫁之後，每日只能靠手勢同簡單單字過活，長期處於孤立無援嘅狀態。甚至有部分男士因為害怕新娘逃跑，會扣押佢哋嘅護照，限制自由，甚至施以家庭暴力。更嚴重嘅係，有部分越南女性被騙出國後，才發現自己並非丈夫唯一嘅妻子，甚至被轉賣或者逼迫從事非法工作。根據越南官方數據統計，喺2012年至2017年間，至少有3000名越南女性被逼或被誤導遠嫁海外，而實際受害人數相信遠高於呢個數字。離開繁華嘅城市同困頓嘅鄉村，喺越南北部嘅高山雲霧之間，藏住一個極之特別嘅集市。佢唔賣蔬菜，唔賣水果，亦唔交易黃金珠寶，佢唯一交易嘅係愛情。呢度就係著名的沙壩愛情市場。呢度承載住數百年歷史嘅浪漫傳統，亦係一場至今依然喺高山上演嘅原生態民族派對。愛情市場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嘅相親角，佢更像是一場自由戀愛嘅狂歡節，係屬於越南北部少數民族年輕人嘅浪漫戰場。喺越南北部高原地帶居住住克蒙族、瑤族、泰族等少數民族，佢哋世世代代生活喺深山入面，各個村寨之間距離遙遠，年輕人平時好難認識異性，因此呢個定期舉行嘅愛情市場就成為咗佢哋邂逅意中人嘅最佳時機。呢個市場冇固定嘅攤位，亦冇人在場叫賣，佢係一場由音樂、舞蹈、眼神、竹笛同手工藝品交織而成嘅浪漫遊戲。喺呢度，少年少女會穿上最華麗嘅民族服飾，戴上精美嘅銀飾，喺夜幕低垂之際聚集喺一齊。每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嘅表白語言，例如克蒙族嘅男仔會吹響竹笛或者樹葉笛，向遠處嘅女仔傳達愛意。如果女仔被旋律打動，就會靜靜走近同佢對望。而泰族嘅女仔則會親手編織彩色絲帶，如果佢睇中咗某個男仔，就會輕輕將絲帶綁喺對方嘅手腕上，呢種係極之溫柔害羞嘅告白。喺某啲部落入面，女仔如果睇中咗男仔，甚至會趁夜色偷走對方嘅衣服。如果男仔第二日主動動上門，就代表佢亦願意交往。以前嘅愛情市場充滿神秘感，時間同地點只有本地人知曉，外人好難一探究竟。不過近年隨着沙壩成為越南最熱門嘅旅遊勝地之一，愛情市場亦不可避免咁走向商業化。原本淳樸自然嘅浪漫聚會，逐漸變成了定點嘅文化表演。每逢星期六晚上，穿着民族服飾嘅男女會被安排喺廣場中央表演傳統歌舞，供遊客拍照打卡。唔少當地老一輩人都感嘆，如今嘅集市已經不再係佢哋當年追尋真愛嘅地方，而係一場演給遊客睇嘅表演。如果話沙壩嘅愛情市場係文化傳奇，咁喺越南東南部就存在住一個連現代科學都難以完全解釋嘅神秘村莊。呢條村被外界稱為雙胞胎生產機器。
幾乎家家戶戶都能夠生出雙胞胎。呢個傳奇村莊叫做興和村，位於胡志明市以東大約55公里的同內省，緊鄰越南1號公路。喺過去20年入面，呢條並不大的村莊竟然誕生咗整整52對雙胞胎，甚至連三胞胎都有出現過。更離奇嘅係，唔少生出雙胞胎嘅父母，佢哋嘅家族歷史入面從來冇過雙胞胎嘅基因記錄。隨着興和村嘅名聲大噪，圍繞住呢度嘅神奇現象出現咗各種傳聞，其中最廣為流傳嘅就係神秘井水說。據村入面嘅老人家講，自從1990年代開始，村民改變咗以往飲用池塘水同河水嘅習慣，開始挖井飲用井水。巧合嘅係，正係由嗰個時間點開始，村內雙胞胎嘅出生率突然暴升。呢個時間上嘅巧合令好多人堅信，井水入面肯定含有某種神奇嘅生育元素。呢個傳聞迅速傳遍全國，吸引咗成千上萬渴望生育雙胞胎嘅夫婦，特意由胡志明市甚至更遠嘅省份前來興和村打水，希望借助呢股神秘力量實現夢想。然而，科學界對此抱持懷疑態度。而民盟2年，胡志明市婦產醫院聯合地方政府對興和村嘅水源進行咗極之詳細嘅檢測，試圖找出能夠促進雙胞胎誕生嘅礦物質或化學成分。但最終嘅檢測結果顯示，村入面嘅井水同普通自來水喺成分上幾乎冇任何分別。雖然缺乏科學依據，但至今依然有唔少人對井水嘅魔力深信不疑。興和村嘅雙胞胎之謎，或許終有一日會走到科學解答，又或者會永遠成為一個未解之謎。但佢無疑為呢片土地增添咗一份大自然嘅神秘魅力。講到越南嘅精神象徵，就不得不提首都河內。喺河內莊嚴宏偉嘅巴亭廣場上，胡志明紀念堂靜靜聳立。自從1975年正式開放以來，已經有超過5700萬越南民眾以及900萬海外遊客前來瞻仰胡志明嘅遺體。呢度不僅係紀念一位革命領袖嘅地方，更加係越南人民心目中嘅國家聖地。然而喺呢座紀念堂背後，其實隱藏住一段鮮為人知嘅歷史故事。胡志明原名阮必成，生於1890年。佢嘅一生係一段波瀾壯闊嘅革命傳奇。歷史記載佢曾經流亡海外超過30年，足跡遍及法國、蘇聯、中國等地。佢領導咗越南嘅獨立運動，創立咗越南民主共和國，成功結束咗法國喺越南嘅殖民統治。然而喺胡志明生命嘅最後階段，佢喺遺囑中明確表示，希望自己死後進行火化，並將骨灰分別安放喺越南嘅北部、中部同南部，以此象徵國家嘅團結統一。但正如大家今日所見，越南政府最終選擇咗完全相反嘅做法，佢哋決定永久保存胡志明嘅遺體，讓佢成為國家永恆嘅精神圖騰。當時正值抗美救國戰爭最艱苦、最激烈的時期，胡志明喺人民心目中係民族團結同堅毅鬥爭嘅精神支柱。因此，儘管呢個決定違背咗佢個人嘅遺願，但出於國家利益同政治大局嘅考慮，政府依然選擇讓佢繼續陪伴越南人民。更驚人嘅係，原來早在1967年，即係胡志明逝世前2年，越南政府就已經秘密啟動咗遺體保存嘅籌備計劃。佢哋秘密派出專家前往蘇聯學習列寧遺體嘅保存技術，並喺河內設立咗一個高度機密嘅751號專家小組同秘密實驗室，專門研究如何在潮濕炎熱嘅熱帶氣候下長期保存遺體。胡志明遺體嘅保存過程極之複雜，融合咗醫學、生物學、化學等頂尖技術。首先要使用特製嘅藥液進行浸泡，以防止肌肉組織腐敗，同時還要定期進行面部修飾，保持佢生前嘅安詳神態。此外，遺體必須長期放置喺攝氏16至18度、相對濕度50%至60%嘅嚴格恒溫恒濕密封水晶棺內。每年嘅特定月份，遺體仲會被轉移至秘密實驗室，進行為期2至3個月嘅深度養護，以確保能夠歷經歲月而完好無損。如果話胡志明紀念堂係精神嘅地標，咁喺越南廣治省嘅深山密林之下，就藏住另一個震撼人心嘅物理奇蹟——全世界最複雜、最深嘅戰爭地下網絡之一——永木地道。今日當你踏入呢個歷史遺跡，好難想象喺當年漫天烽火之際，竟然有大約60個家庭喺呢個漆黑嘅地下世界入面生活，繁衍生息，甚至有17個嬰兒喺呢度呱呱墜地。永木地道嘅故事要追溯到1965年，當時越南戰爭陷入白熱化，永木村緊鄰著名的南北越非軍事區，北緯17度線，距離邊境線只有區幾公里，呢度被美軍視為重點打擊目標。
因為佢唔單止係北越向南方游擊隊運送物資嘅必經之路，仲被懷疑係軍事指揮部所在地。因此，美軍對永木村進行咗飽和式嘅毀滅性轟炸。據不完全統計，由1965年到1973年，美軍喺永木村及周邊區域投下咗超過9000噸炸彈。如果按人口比例計算，平均每個村民要承受相當於7噸炸彈嘅威力，整個地面幾乎被炸成焦土同廢墟。面對毀滅性嘅打擊，永木村嘅村民意識到留在地面只有死路一條，唯有向地下延伸才能求得一線生機。於是，一場堪稱史詩級嘅地下掘進工程展開咗。起初，地道只係簡陋嘅防空洞，深度大約10米，但很快，美軍開始使用重型鑽地炸彈。呢種炸彈可以穿透地面10米深度並引爆，村民迫於無奈，唯有繼續往更深嘅地層挖掘。漸漸地，呢個地下迷宮嘅深度達到了驚人嘅30米。原本簡單嘅避難所，逐步演變成一個功能完備嘅地下村落。數據顯示，永木地道總長度接近2公里，地道分為3層，地下10至15米嘅第一層主要用於戰術防禦同武器儲存，地下15至20米嘅第二層係村民嘅主要生活區，入面規劃咗住宅、廚房、會議室、醫院同育嬰室。而深達地下25至30米嘅第3層則直通南海，作為緊急撤退同接收海上物資嘅生命通道。整個地道系統設有13個出口，其中6個通向山頂，用作觀察敵情，其餘7個則隱蔽地通往大海，展現咗驚人嘅生存智慧。除咗人造嘅地下奇蹟，越南嘅大地之下仲孕育住大自然最鬼斧神工嘅傑作。喺越南中部茂密叢林嘅深處，有一個沉睡咗數百萬年嘅奇蹟，直到1991年才被人類無意中揭開神秘面紗。呢度就係韓松洞，又譯山水洞，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單體洞穴。喺佢巨大無朋嘅穹頂之下，空間大到甚至可以輕鬆停泊一架波音747客機，而機翼完全唔會碰到任何岩壁。佢就像係大自然喺地底深處偷藏嘅另一個平衡世界。時間回到1991年。一位名叫胡漢嘅當地採藥人喺叢林中尋找珍貴嘅沉香木。當佢走到一處懸崖邊時，意外發現咗一個隱蔽嘅洞口。洞口湧出陣陣強烈嘅冷風，伴隨住地下暗河震耳欲聾嘅哼鳴聲。當時嘅胡漢被呢個陰森嘅景象嚇得半死，倉皇逃離。事後甚至忘記咗洞穴嘅確切位置。直到2008年，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胡漢再次回想起呢個奇怪嘅洞穴。並喺英國洞穴研究協會探險隊嘅協助下，歷經艱辛，終於重新行到洞口。而民國9年，探險隊正式進入韓松洞進行系統性考察，結果震撼咗全球地質界。韓松洞位於越南廣平省嘅封牙者榜國家公園內，接近越南與老撾嘅邊境。洞穴全長約9公里，整體體積高達3850萬立方米。單係洞穴橫截面嘅面積就已經係此前世界紀錄保持者馬來西亞綠洞嘅2倍以上。洞內最高點達200米，寬度達150米，完全可以塞入整座包含多重摩天大樓嘅紐約街區。但比宏偉規模更令人嘆為觀止嘅係洞內獨一無二嘅生態系統。由於部分洞頂喺數百萬年前塌陷，形成咗巨大嘅天然天窗，陽光得以直射洞底。數百萬年來，呢度竟然發展出一片完全獨立嘅地下原始雨林。喺呢個封閉嘅世界入面，生長住高大嘅樹木、茂密嘅苔蘚以及許多未知嘅生物種。洞內濕度極高，長年雲霧繚繞，甚至形成咗屬於洞穴內部嘅獨立氣候系統。此外，洞內仲有一條波濤洶湧嘅地下暗河，以及高達80米，相當於20層樓高嘅巨型石筍，堪稱地球上最後嘅地底探險天堂。離開封閉嘅地底世界，返到越南繁華嘅地表，你會立刻被另一種震撼人心嘅景觀包圍，令人眼花繚亂嘅機車海。眾所周知，荷蘭係單車王國，但很少人知道越南係名副其實嘅機車帝國。喺呢度，機車、摩托車唔單止係交通工具，更加係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以及一種令全球遊客目瞪口呆嘅移動奇觀。截至2024年11月，越南登記喺冊嘅機車數量已經突破7700萬架。呢個數字意味住平均每1000名越南人就擁有770架機車。根據越南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嘅統計，機車佔據咗越南道路交通總量嘅85%至90%。換句話說，當你站在河內或者胡志明市嘅街頭，每分鐘都有數以百計嘅機車喺你身旁，如潮水般湧過。汽車反而成為咗夾縫中生存嘅稀有物種。歸根結底，
機車係最符合越南國情嘅交通工具。雖然越南都市化進程飛快，但道路基礎設施嘅建設速度未能完全跟上。舊城區巷弄狹窄，汽車進出困難，而機車則可以靈活穿梭。加上相比動輒數萬美金嘅汽車，機車價格親民，幾百美金就可以買到一架耐用嘅代步車，對普通家庭而言係最具效益嘅選擇。此外，越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全年無雪，雨季雖多，但來去匆匆，四季都極之適合騎行。然而，龐大嘅機車數量亦帶來咗沉重嘅社會代價。喺越南嘅交通事故中，涉及機車嘅事故比例高達6至7成，頭部創傷係最主要嘅致死原因。統計顯示，高達75%嘅死亡個案都與未佩戴安全頭盔或佩戴不合格頭盔有關。儘管政府早已立法強制規定駕駛者佩戴頭盔，但喺廣大鄉村地區違規現象依然普遍。另一方面，根據越南環境部門數據，機車排放嘅廢氣佔據咗城市空氣污染源嘅60%以上，特別係喺河內同胡志明市，空氣質素問題已經成為不可忽視嘅公共健康隱患。當夜幕低垂，霓虹燈喺胡志明市嘅街頭閃爍，呢座城市展現出另一種截然不同嘅夜生活景象。大街小巷遍佈住按摩店、酒吧以及隱蔽嘅會所，街頭不時有騎住機車嘅女子穿梭，尋找夜色中嘅機會。雖然越南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呢個地下產業依然喺城市嘅陰暗角落蔓延，背後反映出複雜嘅經濟壓力、社會文化、全球化以及貧富懸殊問題。喺本地，呢些從事地下性產業嘅女子常被暗稱為夜之蝴蝶。佢哋部分人會在特定街區騎車巡遊，或喺路邊等候顧客。交易價格因服務類型同地點而異。然而，對外地遊客而言，誤入呢類場所往往伴隨住極高嘅風險，包括財物被盜、被勒索，甚至遭遇黑惡勢力嘅威脅。據不完全統計，喺胡志明市等大城市，涉及地下性交易嘅各類場所多達數萬個，從業人員數量龐大。更令人擔憂嘅係，健康風險極其嚴峻，該人群中艾滋病毒嘅感染率遠高於普通人群。越南嘅艾滋病防治形勢一直嚴峻，每年都有不少病例因此喪命。深入剖析呢個現象，越南嘅性產業並非單純嘅現代產物，佢仲帶有深刻嘅歷史印記。喺越戰期間，美軍駐紮帶來咗龐大嘅娛樂需求，客觀上催生同營造咗早期的性服務網絡。演變至今，呢個產業已經發展出適應不同顧客群體嘅細分市場，例如部分面向本土或亞洲遊客嘅場所，推崇符合現代審美嘅風格；而部分面向西方遊客嘅街區，則呈現出另一種在地風情。從經濟學同社會學角度睇，呢個地下產業係全球化背景下落後地區經濟轉型期嘅病態產物。不少來自發達國家嘅遊客將東南亞視為低成本嘅娛樂天堂，而本地貧困女性則喺缺乏其他經濟出路嘅情況下被捲入其中。短期嘅經濟收益背後係健康嘅透支、法律嘅制裁以及人身安全嘅巨大風險。呢個地下網絡依然喺法律同道德嘅灰色地帶遊走，亦迫使社會反思，一個國家喺追求經濟發展同旅遊業繁榮嘅同時，應該如何建立更健康、更有尊嚴嘅社會秩序。由神奇嘅極限美食到龐大嘅咖啡帝國，由苦難中掙扎嘅跨國婚姻到高山上浪漫嘅愛情集市，再由雙胞胎村嘅未解之謎到深山地下嘅戰爭地道同世界級洞穴奇觀越南，呢個充滿矛盾同活力嘅國家，正喺傳統與現代、苦難與新生之間展現住佢最真實、最震撼嘅面貌。